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日月潭出现着超大尾的大头鲢，新秀乡亲掠着一尾42大斤的大头鲢，过无几工，阁有乡亲掠着搁较大尾的45大斤。讲因为大头鲢是日月潭放养的鱼种，必须要有特殊的资格才会当掠。啊，这个大头鲢都是伫咧受保护的环境内，才有机会生甲遐大尾。放网子抓到的。 然后我第一次现场看到这么大只的，拄掠起来日月潭大头鲢竟然超过130公分，连定定伫遮掠鱼的人嘛是头一摆看到。这一只刚刚称有45台斤，45台斤就是27公斤，和小学低年级学生的体重差不多。日月潭最近一直出现超过40台斤的大头鲢，甲鱼掠起来，甚至会使甲人的头到颈骨头的所在拢砸咧。一开始你中鱼之后，它会冲。 对，然后到最后它就会很沉，就是你会觉得它很重，然后它就会跟你像拔河一样。因为大头鲢真适合做砂锅鱼头，随着伊买3000块价小卖出去。大部分的大头鲢都是差不多10几斤就算很大了，头的部分就是煮砂锅鱼头，然后鱼身的部分就切成一块，用烤的、用煎的、用炸的都可以。大头鲢其实是外来种。 日月潭每年拢会放大头鲢鱼仔来净化水质，而且要有特殊的资格，才会使伫日月潭掠鱼啊。大头鲢伫受保护的环境愈生愈大尾，不过大头鲢若是要伫日月潭生炭，真无简单。若是以后无要搁放鱼仔，等于是食一尾就减一尾。